想揾翻對襟聽、樣又有復古味嘅平頭耳機 Sitka M300 可能就係你最近嘅選擇啦。採用到非洲黑檀木做外殼，配搭航空級鋁合金前後腔體，前腔覆蓋不鏽鋼面蓋，加裝咗龍捲風造型鋁合金裝飾，美觀得嚟又好大。表面用咗大量金屬拋光處理，成個設計夠晒古樸典雅，做工咧仲好唔錯添。先採用4絞 LIS 編織，夠柔軟又唔容易打棘。插頭用咗 3.5mm 復古彈簧保護嘅結構，屈佢咧都唔會爛噶。睇埋收納包，大個，空間足夠放耳機，放埋跟機3對黑色海綿都仲有位。來自 15.4mm 石墨烯鍍層單元，阻抗64歐，靈敏度咧就 109dB。手機直推有啲難度，用 DAP 咧就會好好多啦。M300 三頻走下盤風格，非常暖身，分析力一般，低頻下潛 OK， 亮感比較多，但係咧有啲朦。人聲擺位比較遠，亮度適中，口型清楚，整體聲音有足夠空間感，立體感都有交代。中意聽偏暖、平和內聽，外形走復古風格嘅耳機 M300 係可以一試噶。